刚我讲的吧，老师的感觉了，52年过来，这个队伍是要做的，因为是真才大，那上面讲话不一样，那么呢，本来是讲呢，按照那个疫苗，按照我们这种选择受养，你说我想要做，那么呢，你包括你这个晚练啊，你有的去懂它，现在我呢只能是一直给我发到你所有的。他在这个正的边要让人把握的东西，伊嘛是讲我自己的方式。那么呢，嘛是讲我老师呢，我那个讲，伊讲你讲有想要去外口住的啦，伊讲有，我想要去外口住的，我不爱住的上去。因为呢，我始终甲他们讲的，我是嘛不爱等的呢，因为咱这个是都都搞呢，一落来咱修车办的，咱拢知影讲安怎做呢？咱这个当我咱现在都担心做这些才过来呢，所以说不爱知道。说是你若不爱咱，你赶快就是办完业，大业绩，所以呢，大家这就可以了。我们机会有这个这个功夫，真人真事咱没有这个感觉，咱讲拢怎样？所以咱的管理还多呢。咱刘老师啊，你去那你去那个民警哪好啦，你材料嘛好啦，你设计各方新的研究一些，咱来改用出来呢，我靠吧那些人才济济太多啦，是咱讲经济也无几个咧，那你自己爱用出来，以前你自己也无咱个什么，所以呢，咱这个地方的现在很前进，咱的管理在这里边呢，一定爱合作。咱到我们班级里面，咱就里面讲，所以呢，咱就是当中当建立咱的合作团队的地方，里面的磨练当中呢，也有咱新鲜的方法。所以中国台湾当然是无规划啦。这个我呢，原来对老跟他讲啊，伊讲我听人讲啊，去年给我这么苦嘞。为了前拜跟假拜，上面观众拢都拜，他不会去别人起呀，他就叫你起呀，你讲爸爸，这个别人就是我啊，你看我唔做，你做啥要来做？咱平时讲下好是事情，我唔做，什么人要来做啊？所以我一来做，很简单。所以咱要教育父母，咱哪讲咱那做咱呢？